讲的题目是连平路座山。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是中秋主日，我想对真侪咱新厝人来讲，这个主日是一个真特别的主日。可能无亲像圣诞节，无亲像过外节，遐尔啊场面，互咱感觉需要安怎样来注重。总是中秋主日的意义，较是要互咱来做一种的反省。 互咱会当清楚咱家己的信仰是定基伫啥物款的地基的顶面。照圣经甲咱讲，中秋主日乃是咧纪念主耶稣迄一天要入耶路撒冷城。当时的这百姓，这信主的人，因为着要伫遐来用一个真盛大的场面，亲像迎子君王迄种场面，所以逐个人手举中秋旗。 表示一种的欢迎，表示一种的尊崇。耶稣要入去耶路撒冷城，伫遐来做君王，所以会当想象通城的人，遐的百姓是偌尼啊欢喜，甲偌尼啊激动，无有比啥物代志搁较欢喜，伫迄种的场面的顶面，大概就是要迎接耶稣，伫因的中间来做主，来掌权。 短短时间几工后了，咱看见百姓伫迄个所在，大家面非常的激动、扭曲的表情，大家伫遐喊讲：定义是物件，定义是物件。这段圣经留伫咱的中间，互全世界历代的基督徒，每一年若来到伫遮的受难州，国外即个中间。 看到这段圣经的经文，等于到当时的这个信仰的历史的现场的时阵，每一代的基督徒拢咧批判当时这群背主的人，到底因的信仰是啥款的信仰？这个人的信仰是遮尔啊无根，无根，就是人讲安尼，就安尼。 人讲安尼就安尼，人讲举中秋旗，大家就举中秋旗。人讲定义是物件，大家就缀讲伫遐话讲定是物件。每一代的基督徒拢咧批判迄一代的基督徒，到底遐个人应该知影这个信仰是啥物？他会当伫信仰的中间，遮尔短的中间，就会当遮尔摇摇摆摆到一个程度，咱袂当相信。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是毋是像即种的？中秋主日是咧甲咱提醒，行入伫即个信仰的历史，耶稣基督的即个历史的中间，咱家己嘛爱提醒咱家己，我的信仰是啥物款的信仰的信？我的信是啥物程度的信？ 是缀着人的情绪来行吗？也是缀着环境伫迄个所在来变动？这群百姓就是每一代拢咧提醒历代基督徒。诗篇的作者甲咱讲：讲我要行万五山，我的帮山对倒来，我的帮山对耶和华来。活伫台湾这个土地的百姓，咱实在是。 真好伫形容咱目前生活咱的心情。讲到食，咱就惊；讲到用，就起劲；讲到中国大陆对咱的态度，咱就气；讲到咱的政府执政能力，咱就一百倍。咱的生活到底伫台湾顶面？ 你会当常常受到偌尔大的困境，甲即种的威胁。所以基督徒的咱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即个困境内底，咱感觉咱会当挖靠啥物？挖靠咱的政府，挖靠咱的材料，挖靠一个环境，无一项会当挖靠。拢是圣经伫即个所在甲咱讲，基督徒有一条特别的活路，即个活路照圣经甲咱讲，就是行万五山。
亚巴黄山，总话伫几当前一直咧推广一项，就是咱的祈祷会爱做一个亚巴黄山的一个祈祷会。亚巴黄山，诗篇的作者咧甲咱提醒，是安怎爱亚巴？亚巴是一种仰望，仰望，头壳仰悬起来，咱讲仰悬起来，仰望咱的上帝。是安怎爱仰望？因为山是悬的，表示一种气力对顶面落来。咱就爱将咱的眼光、甲咱的头仰悬起来，仰望耶和华咱的上帝，因为气力伫起来。这是一个圣经中间足有启示的一个形容。其实，当咱伫生活中间，咱拄着困境的中间，咱要靠什么？耶和华黄山，耶和华黄山。伫昨秋主日的时阵，咱要做阵来思考一项事。咱的信仰会当是毋是亲像昨秋共款？个昨秋的树根是顶正深，然后愈大丛活愈久，是愈有成色。昨秋伫以色列是受重视的。昨秋主日咧，甲咱讲，咱要安怎样伫即个昨秋主日的中间，咱做阵来思考，迄阵活伫情绪中间的百姓安怎欢喜，迄阵活伫情绪的中间遐个百姓安怎愤慨。咱用啥物款的情绪来看这个事？旧约的摩西五经的中间，讲去到五座山，这个五座山会当描写当时这以色列百姓因为信仰的聆听的阶段。咱嘛要做阵来思考，你有即种的聆听了无？你有即种的山了无？你的信仰的中间，你行目个黄山的时阵，你的阶段是到啥物程度？第一，咱要三角来看，有一座山叫做阿拉列山。阿拉列山。这个讲起是一个得救的山，得救的山。创世纪第8章的第4节安尼讲，讲7月17日，船看伫阿拉列山，水阁渐渐消，直到10日，山头才出现。这段圣经真短的圣经，总是你若真紧甲伊看过的时阵。你袂当伫即个圣经的中间来发现到上帝要甲咱讲是，即个山咱真青疏，阿拉列山，总是圣经伫创世纪咧记载讲，即个哪一家八口伫大船的中间，因伫水的顶头，即只大船甲因浮，差不多有150天的时间，即只船怎停伫休伫？阿拉列山，一个山顶，水才豆豆伫迄个所在提起，因出船，才发现着因得救。这个山咧表示一种信仰，是一个得救的阶段。我咧看这段圣经的时阵，找几个版本的圣经，拢讲7月17日，船停伫阿拉列山。独甲咱台语版的圣经，但是台语版的圣经，毋是讲船停伫阿拉列山。咱姊妹，你有感觉这有啥物特别无？咱台湾的圣经的台语版的这个诗人家，有真深的信仰的含义伫遮。你会感觉？车是用停的，船是用停的，毋是吗？就是咱的圣经甲咱讲，台语的圣经甲咱讲，船看伫阿拉列山。弟兄姊妹，互咱一个真大的思考的空间。你想，啥物物件用看？迄个看咧表示啥物？你甲物件莫看伫遐，你的手莫看伫即个桌仔顶，甲毛仔底物件莫看伫厝顶。你感觉看是咧讲是咱台湾人咧讲的看，表示咧做即件代志，迄个人有一种的主权甲主动性。啊，当咱安尼一种信仰来思考的时阵，表示啥？表示即只船看伫即个阿拉列山的顶面，
种随驶伫遐，停伫遐，是一种信仰的含义。上帝将即只大船，甲伊看伫迄个山顶，是要陪伴，而且来拯救即背靠的人，互水摕去了，伊会当出来。这是上帝的主权啊！伊会当看守伫即个所在，伊会当将船嘛看伫迄个所在，毋是停伫遐。你即嘛，这是一个真水的信仰。基督徒咱来经过即个阶段，咱信主了，你发现到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得救的阶段。这个山就是咧甲咱讲，咱有一个得救、拯救、救恩是对上帝来即个阶段。第二部分的阶段，咱咧讲，这是一个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咧表示什么？一个奉献的山，奉献的一个所在。创世纪22章的所在咧记载讲，这个代志以后，上帝赐亚伯拉罕，叫讲亚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带你的囝，就是你独生的囝，你所听以撒去摩利亚的地，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伫遐将伊献做烧祭，伫遐将伊献做烧祭。一个得救的人。咱信耶稣的人得救了，过来煞接了上要紧的阶段，就是咱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伊就要将你整个心来献伫上帝面前，奉献互主用，诚做一个烧祭。一个摩利亚山是一种的奉献的意思，这个场所是一个奉献的意思，这个所在是一个分别的意思。来到上帝面前，咱看见讲亚伯拉罕，上帝伫即个山顶试验伊，甲伊讲：你将你宝贝的囝带来即个山顶来献互我。亚伯拉罕嘛照上帝所讲的，无有其他的疑问，就带伊的囝上山。即个山是诚做一个信心的考验，照看伊是爱顺势。就这个山爱顺势伊的囝，总是圣经甲咱讲伊的心对伫上帝是够遐深，所以伊就顺服，就将伊的囝要伫山这个顶面来放。结果咱看见讲，伊有顺势囝，伊无顺势囝，反倒你就相对回应伊即种问题，加倍适合亚伯拉罕的心情。即摆咱的信仰来到这个阶段，摩利亚山的这个阶段。就是进入一个聆听的一个高峰。咱得救了，咱就将咱的心来献伫上帝面前。有啊，你顺服上帝，甲咱讲，迄个山顶有真大信心的挑战甲试验。咱嘛欢喜安尼行的时阵，上帝就将加倍即种恩典回应伫咱的心中。亚伯拉罕无死到囝，上帝叫伊现，伊无死到，上帝加倍回应。第三个阶段就是咱咧讲好的山。一个好的山，照出来记第3章内面所记载，就是一个圣洁的山。这个山，上帝爱摩西伫这个所在受测验，受测验的所在是一个异象的场所。摩西伫遮看见异象，上帝呼叫摩西，甲伊讲你着爱先脱鞋落来，将鞋仔脱起来。脱鞋仔表示什么？脱鞋仔表示讲，甲这个世界有所分别。所徛的这个所在是一个圣洁，所徛的这个所在是上帝已经所要使用的。所徛伫这个圣洁分别的土地顶面的人，嘛是爱伫遐受苦。所以上帝甲摩西讲，你着爱甲鞋仔脱起来。伊所徛的这个所在是一个圣洁。因为咱得救了，那么将咱整个咱的生涯、心灵都奉献了上帝。过来，咱是来分别做事。这个阶段的这个山景，甲咱讲起，咱就爱将咱的心境伫遐来换新。拖伫咱的心中遐个无好垃圾的，亲像鞋仔，咱就脱起来，脱掉、除掉，然后互上帝伫遐来查验咱。到伫上帝当用咱迄个阶段甲迄个场所。保罗先生讲，所以人若清起家己脱离遮个，就要做过去的器具，诚诚合伫主人的路用，便通做各项好的事。圣经伫即个所在嘛，甲咱提醒，
保罗先生所讲的，咱也要做一种分别清气、圣洁的工作的时阵，咱才会当成做一个上帝已经看做好的一个器具。这个器具是要上帝伫遐来用最好的事。上帝看做有适合的事，来透过咱这个器具。所以器具是爱分别，器具是爱圣的。第四个部分，第四个阶段，咱就要进入到西奈山。西奈山，照圣经甲咱讲，这是一个灵高的山，甲上帝伫迄个所在有属灵的交往的一个山。所以去第34章内面安尼讲，明仔早起，你着避半边，透早你着上西奈山，伫遐伫山尾溜徛伫我面前。毋通有人甲你上来，片山拢毋通看见有人。即摆你咧看即段圣经的时，你会感觉，咱的上帝是一个足爱甲咱灵修的上帝，足爱甲咱单独交往一个上帝。出来记的即段34章的即段圣经，在咧甲咱讲上帝。咧讲即件事的时阵，摩西讲即件事的时阵，讲毋通有人甲你上来，毋通有人甲你上来，就是你单独来，你单独去个山顶，片山拢毋通看见有人，是啥物意思？当上帝呼召摩西到伫西奈山的顶面的时阵，上帝爱摩西甲伊单独有一个机会，伫遐有灵交，无爱有人搅扰，无有人会当伫遐影响着上帝甲摩西伫迄个所在的领土，这是何等水的一件代志。然后通过安尼，西奈山伫遐上帝颁布律法。这个使命要交代伫摩西的身上，然后10条诫命这种的命令，怎啊对西奈山这个所在来发出？当时摩西咧领受10条诫的代先，上帝有做一件先做准备的工作，就是让摩西起来伫西奈山顶面，甲上帝有一个灵交的时间，达40天的时间。山顶伫遐甲上帝灵修交陪，拢无其他的音弹，拢无其他的物件，拢无其他的因素，拢无其他的人伫遐来影响着，然后伊当真专一，伫遐领受上帝要甲伊讲，所以无有其他的代志来影响摩西。摩西伫山顶40天，甲上帝特别交往了后，落山的时，咱看圣经咧描写讲，摩西面发出。迄个面光，面光，迄个面光毋是甲咱讲的面光，常常是同款的是。迄个面光是对上帝充满自信，对上帝迄个权柄甲气力充满领受，然后上帝将伊的气质甲气力嘛放伫摩西身上，所以迄个面是一个荣耀的综合体。当百姓看到伊时阵，光啊，就亲像人袂当伫遐直接来看摩西的面一般样，迄是一个真尊贵的。但即摆咱做上帝囝儿女，咱来到这个阶段甲程度时阵，咱若咧讲，咱若常常有甲上帝有一段灵交的时间，无其他的搅扰，安静伫咱的厝内，伫咱的册房，伫咱的房间，伫遐甲上帝的交往，迄就是咱的西奈山。其实大若有迄种的境遇的时阵，甲迄个经历时，你就会看去，伫你的面的顶面有迄种面光，你有感觉无？你啊对别人的面来看去你的面光，毋是干那照镜。摩西伊嘛无法度知影讲伊的面光到什么程度，是通过别人的行动、别人的行为、别人的表情，伫遐才感觉到，伊面的光是安尼。迄诚侪基督徒，咱袂当形容甲改变一种的气质。这个阶段是一个真水高峰的阶段。咱讲
是咱基督徒爱读圣经，读圣经还佫无够劲。读圣经的过程中间，你着安静，佫有祈祷，佫有甲上帝灵通的时间。基督徒敢若读圣经，有当时也是陪伴上帝的话。伫迄个过程中间，你愿意用上帝名来掌管。读圣经了，你若无祈祷；读圣经了，你若无冥想；读圣经了，你若无安静，甲上帝领受起对上帝来灵通甲旨意的时阵，圣经有可能真侪对你真大的危险。摩西伫迄个时阵，伊毋是干那要读圣经，是领受上帝予伊的话。然后伫迄个过程中间的灵通教学，才诚做今仔日即种模式的情况。几来是对遐啦。最后一个阶段，咱今仔所读的圣经，再咧甲咱讲起，伫咧聆听中间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个必须加山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啥？这个是一个五芒的山。申命记第34章的第12节讲，摩西对摩押朋友就离无山。就迄个甲亚利哥三对的必须加山头，耶和华互伊看见基列全队直到但顶顶这个所在。摩西互上帝甲伊引带到伫即个必须加山顶的所在。即个山顶咧创啥物？耶和华互伊看见整个迦南地的全景。即个山是悬。我看落去迦南地时，知影讲啊，这是一个应允的地，这是一个上帝所看对水要祝福，互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地，上帝所必办。当时以色列百姓还未进到这个迦南地，还未到伫迄个迦南地，总是上帝先互摩西先看见这个地。你看，我所谓应允互恁，这个所在是遮尔啊水，遮尔啊。老人甲伊个所在，百姓还未到伫迄个所在，总是我互你先看见，我互你先看见。将来即群百姓要到伫迄个所在去。摩西有看见即个迦南美地，总是摩西无迄个福气通去啊，伊就安然过身。总是摩西安然过身，是咧听候将来伫天理的所在，会当看起迄个迦南水的所在。迄个所在就是咱基督徒活法应要的一个五芒天后主宰，也是讲咱离开这个世间去甲主三角大。这是一个真水的阶段，必须加山。咱决定啊，咱伫礼拜中间做阵来对书。少年咱你遮亲人兄弟，这人已经到伫上帝迄个所在。因伫世间的日子中间，嘛是安尼拍拼受上帝拣选，伫即个地面上做工认真，然后当因捌克身，因就要到离开即个世间，去到上帝迄个所在，甲上帝三角徛起。迄是一个永望的所在，迄是一个荣耀之城，迄是咱的祖家。如果要到伫迄个所在，遐徛起，迄是咱最后的永望。伫即个地面上，咱无啥物特别的愿望，咱的愿望是伫上帝迄个所在。地面上这个物件、这个现象，起起反反，变化无常，总是会当久长。比如讲山，你甲咱讲起，其实咱到信仰的一个阶段顶面，你有一个架头，你有一个愿望，迄个愿望就成做你伫地面上跑走的一个上介好的一个支持，较快乐的资源。若是安尼时阵，咱讲即5个的山。伫咱的信仰中，咱已经历偌济。咱的信仰是有阶段的进度，为着互咱坚信主的脚步无受到外在这人为的情绪、环境的气氛的破坏，咱需要亲像樟树一般，真坚定徛在，有樟树的根会当顶入到土地真深的所在。树啊，徛伫地面上。哪老哪熟悉，哪受人欣赏，亲像以色列百姓伫看中樟树一般。然后，咱伫樟树主义中间，嘛，互咱会当去做一种的提醒。但伫这个聆听的过程咧走的阶段中间，可能失落某一个阶段，
可能欠缺倒一个阶段，总是这个阶段拢会甲咱讲，咱需要仰望，行嘛仰望，然后上帝亲自显现伊的能力，对顶面来到咱的中间，当时嘛头来记得。全能的阿爸爸上帝，你是一个历史的主宰，你有法人类历史用真紧的速度，对过去行来到今仔日，嘛要行向未来。当我咧回头看我过去日子的中间，我才发现到，伊个时间是紧缩到一个阮无法度主动的程度，所以无久，我嘛要行入即个历史内底。信仰咧提醒阮，只有上帝你是一个永远，我不过是时空间中间上帝你，互阮会当享受上帝你创造来活出上帝你的尊贵的某一个阶段，阮需要来活出。主感谢你恩典，拣选阮，互阮会当请做你的囝儿、查某囝。当阮搁一摆咧回顾即段国国他历史顶面的耶稣行过骹遮时阵，阮来到伫即个樟树主日，互阮搁一摆看起即个主日咧提醒阮，阮是毋是亲像过去迄阵伫遐甲举樟树枝，情绪极其欢喜激动，而且百姓，然后无久了，阮搁亲像迄阵扭曲的表情伫遐话讲，等伊是毋是等伊是毋是即个百姓，理性信仰。搁一摆重新来平衡阮，互阮的信仰，毋是甲活伫情绪内底。樟树主日，你是提醒阮，阮的心到底来到啥物阶段？祝福阮会当，搁透过要进入受难酒的中间，重新甲主同行过即段受苦的路径。过来即礼拜中间，就是阮全国的教会，当咧开始咧纪念耶稣基督为阮放下性命所行过整个这历史的这事件中间，互阮咧提醒阮家己，甲主，阮要同行。互阮伫即礼拜中间，对拜一到拜六，阮所要做的生活中间，有谨慎，有默想，有陪伴，有敬虔，有严肃，有纪念。有甲主做阵哀伤，然后阮才会当期待伫后礼拜日，迎接耶稣基督过活，迄种的欢喜，真正对阮的身体来清楚。长久主日做即种的提醒，嘛做即种的激励，互阮知阮啥是有互上帝的拣选。当阮咧看历史。圣经内面记载即群百姓的时阵，主求你，互阮无亲像因，互阮会当伫主你面前知，耶稣你就是阮的主，是我家己的主，你是属于阮个人的主。每一工伫即个受难酒的过程中间，会当清楚知，阮是安怎样，会透过即种的信仰来检视阮伫即个世间的脚步，甲整个。阮的生活态度，阮主日通过即个樟树主日，深深祝福伫阮所有期盼、所有行动甲默想的顶面。安尼，阮伫你面前来献上感谢祈祷，让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